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嘅煙花景觀。我哋今日嚟到天后，位於港鐵站上蓋嘅泊景台。如果你都想喺港島區12號望接嘅話，不妨俾幾分鐘睇下呢條片啦。相信大部分人都想住嘅地方係比較舒適，交通又方便，配套又成熟。如果我哋今日再送埋後面咁靚嘅維多利亞港，唔知你會嚟參觀呢個單位呢？今日我哋嚟天后嘅泊景台。推開大門之後就係冇玄關嘅注射廳。雖然客飯廳嘅部分係要花少少心思，點樣做到客飯廳分離，但係實用性亦都非常之高。而且最重要嘅係可以望翻出去維多利亞港，一望仲可以望到 ICC 添。而廚房嘅部分亦都有唔錯嘅空間感，廚具嘅保養上亦都非常之新淨。旁邊係一個儲物室同埋獨立嘅洗手間，而洗手間更加有窗添。到走廊位通往第一間浴室，乾濕分離企缸設計，加上活動窗。而另一間房係長方形嘅間隔，亦都方便翻家私靈活擺位。景觀一樣都望到維多利亞港。嚟到最後，業主將主人房同旁邊呢間房打通咗，令到主人套房嘅空間更加實用。現時單位叫價係2350萬。若果你今日都想享受一個方便嘅生活，欣賞到咁珍貴嘅維多利亞港，泊景台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不妨聯絡我啦。